外省英用品可以講哈貨呀？係啊，中文不說好合法。客家話優雅，優雅。可以直接判冠軍的嗎？我必須重整一下本隊的士氣，大家先放輕鬆，放下，先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聽隊長講一下話，來，先放下來。兩邊都停嗎？兩邊都停。沒有，他沒有停。先停一下。停。你們現在已經有點亂了方寸。不會，我很先呼吸一下。我可以，很好嗎？好好的呼吸。冇問題。剛剛今天很帥。你把他們倆放在哪裡？你把自己放哪裡？我把放到家裡了。我的帥要留給小朋友。責任，我哋責任，責任。4、3、2、1，好，德賢姐應該是變轉了嘞。我們這個30秒可以重複使用。哎，怎麼的？那這樣子就沒有90秒的差別了。重複使用，蠻好的。請一般語言講創意的部分，重複使用。創意的部分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要數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哎，中白票。因為當歡喜呢，來到呀桃園呀到尾哦。說真的，伯謙主持按到是不是今天到90人席哎？哎呦，你對於做料理的配菜啊，現在如果冰箱裡面的這些菜，你可以隨便拿出來做料理。其實當就想法啊，因為哦，尤其係天關嘅時節哦，我大白看到師傅哦，他就是什麼料理圈走得扁出某種那個奉獻，但是他們的做菜的原則好像差不多，炒也是要安用，煎也是要安用，所以有學到一點的，但是我還要保留一點空間，因為他就天一貴啊。可是你黑講天龜作為豬母後，可能就沒有第二季了。我是故意留進步的空間呢，看不出來喲。很明顯的應該沒有了，加油加油！好啦，提前嚟到分享到叫咩評審欣賞，來分享到李志良李師傅。主持人，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還有我好兄弟秦永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妹，大家好。好，打開來本大家看咯。哎呦，哇，皮做蛋，皮卵呢？皮蛋豆腐，嘿，皮蛋豆腐，皮蛋豆腐。我皮蛋豆腐應該係柴魚片啊，還有條魚膏啊，但是今天多了很多哩哩扣扣的東西。大家吃到嘞？炒姜鴨咧，炒姜啊，有困難嗎？哪裡炒？哦，摸好炒哦。但是我提醒你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味道摸出來，因為做嘅料理是呼叫然皮卵豆腐。哦，只有養皮卵豆腐。好，聽起來我就不會椒鹽呢，哦，有點難哦。這有點難。好，沒關係。但是呢，唐宮裡面的長水仔全部都厲害。哎，厲害在哪裡？厲害是他們語言能力比我們兩個還要好很多。不敢這樣講啦，但是至少一定比我好。該注意小嘅部分。提前嚟到分享到我要到畢業後，表姐妹德賢，還有惠美分享。分享，還有安洋娃娃哎，你看芭比娃娃，芭比娃娃還有愛啷個，藍水今年有美動將哦，總上分讓胡永光還有柯林美，暖機龍莎。梁共破，你看穿的衣服情侶裝呢。先來看看我們這兩個芭比娃娃。好，德賢姐，你平常時都這樣穿嗎？係呐，哇，還跳國標舞嘛？國標舞，這行全都會哦。真的，給你會癢的話就不能挑。好，那我可以當你的男伴嗎？不要。你看他真的面有難色。老 B 迷之後，唐宮你用啥？應該說你們4個人，笨蛋就沒好趕你。德賢還有永光係外省音，惠美還有林美是紅冷音。咁你話客家話講得很好。好少兩張嘢，有同欣賞，有考試啊。亮莎平常都有做料理嘛？有啊，當然做。你們這邊有嗎？哈，有。啊，今年我比賽發有信心嗎？有哈，拿出兩個刺青，然後兩個笨蛋來哈，加油！還有獎杯啊，看天數嘞哈。係啊，這樣摸一圈窮下，哦，恭喜哦。好，兩片沒問題哈，因為我剛剛看永光哥就很一直講。外視線的外聲音，外聲音，我就聽到一直講外聲音。恭喜耶！可是我想問一下，怎麼會有這個動機啊？因為外聲音用不來講哈佛呀。對啊，這個動機是什麼？客家話優雅，優雅。
可以直接判冠军了吗？好感人哦。龙后堂嘞哈。啊，问一下吼，因为你龙山的龙贡坡是谁先学客家话才带动？先开始啊，先开始。那你也有考试吗？冇。但你讲到动章哎，很做得啦。讲到比上的红，佢已經講咗1整年啦，喺東南。我1整年啦。我問一下，那個你們因為是龍貢坡啦，林梅姐在家裡哦，應該係全係基煮菜係嘛？當然啦。馬上。以前大部分愛哦，現在是改它。你最會做什麼？家常菜了。家常菜哦。對。今年2道菜，該副料讓該批卵頭夫會做。哦，那簡單。下站帖又躺多了哦。好啦，今年比賽等下慢慢來聊啦，吼。今年有信心嗎？有，馬上來進行體育觀看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係自家嘅好明星，兩嘴的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。本來係亞布卡嘅卡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哇，你阿今日嚟教嘛嘅咧？幾個跳。好，冇問題。咁你想去老林梅姐教呀，老伯千教咧？我林梅姐。你就看這麼好。啊，強嘅，你懂靠什麼呀？對，懂我喲，檢查啦，檢查。對，檢查。對，來，你兩啥先？哦，你兩啥先開始哦。看前頭啊，好來。剪刀石頭布。好，還忙啦，轉過來。好，起卡檢到誒，起卡檢到，好，OK。quý耶，跳，王一，quý耶 Q。哦哟，給掉讓嘞，沒關係，還有愛，加油！好，正向來，拜託。OK 哈。剪刀石頭布，速戰速決，來，quý耶 Q，quý耶 Q，耶！哎，德仙姐，你還跳幾多呢？什麼哦？講沒有？應該還係跳國標的嗎？他好開心哦！哎，切，我來切，好啦，上來一擺哈。好，該我跟你，一個贏。一家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你先哦。好。quý耶 Q，quý耶 Q。我好厲害，謝謝。答應了。啊，哎，今天還什麼？其實比賽還沒結束哦，將愛兩片快手哦，終於可以掐來，掐。今天吼，其實係動緊裝，因為經龍沙嘅後日啊後天來學嘅客位啦，所以他們的那個海料糖冇買雪，所以我們今天就開啟。這個視線博弈，對，來起款，我試試看，好不好？愛先做馬雞，好，拖了速度哦，愛先做馬雞哈，挑夫我做馬雞，切，按照它的溫度切係嗎？係，好，係，すみません，黑的，哎，愛先要對半嗎？不用，就直接切條係嗎？好了，計時開始，哎，這一塊豆腐啊，你不要給它切壞哈。啊，炸過來嘞，中間再來一刀，安用，正中間，正中間，安用，按做戳，安用會做乜嘅？譬如剝開。不是像敲蛋一樣，敲這裡，哎，他滾一滾啦，怕啦，圈走得打開來啦。給懂硬紅，人家給他介。等一下，厲害的來咯，故意的，就看到哈，故意的。哦，漂亮，你用什麼？懂講哦，好，人都一樣漂亮了。啊，兩下走嘛該。我切吧，對切係嗎？對切做的。打過來嘞，吃掉。其實好吃。再向前。好。哎，什麼？喊左得走，喊去西邊。這個好嘞，我切嘞啦。切蔥花。蔥花。是。我 Q 花切到。一，好。Hello。啊，走得了哈。這個好小嘞。林梅姐說，他的表情想說，
我的食材，还好，还好，没有太惨。好，那咱们也先休息一下。我继续还没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哈。好，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食材。很澎湃哦，穷澎湃啊！怎么办？该牙还有要标6丁哦。拜盘较强的啦。哎呦，那这个厉害果汁呢？是卡记嘅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先做什么？要先做什么？切酸条米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哈，计时开始。啊，先穿点。拍了以后，然后再切。悠悠的嘛哈。切悠悠的。我问一下吼，因为看到你食材准备安豆，了解嘛个东西啊？咸嘅乱放，咸嘅乱放，咸蛋黄，咸美龙凤啦。较香啊，较好吃，较晕。这些米吼较顺呐，较顺较好吃。不过两套菜哦，係按道嘅椒盐批來然後豆腐，你用不準備按道嘅食材啊？沒有，他在就是切末。批黑生木，不用批黑生木係用嘅香米啦。都是嘅，吃粥糕嚟。多成又碰邊有多成。4、3、2、1。西建多好，那 A 丽莎好了，继续用啥用它粥好不好？用它粥，一起做。好，姐姐用它的粥，快火煮水。好，你还要煮水，计时开始哦。哦呦啦！哎，等一下，同個青花菜嘅師姐有加鹽嗎？哦，加油，一滴滴的油，冇會變色哦。我有，各位現場朋友，我是咯。誒，加水係咪加油哦？所以會加甜條。不急2、1，咱就開始。你可以繼續切。沒，可以還可以繼續切哦。這樣放一起。你該全部一起下去。不用啊，你們那個這些都沒有切。你們那個辣椒是有得肥胖症是嗎？有了，嘿，唔會辣嘅。哦喲，唔會辣嘅。那一定要有一個人試試看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好好切，不要緊張。好，馬上切。來，師傅問一下哦，像個批卵哦，假使現剖過哦，它裡面的薑就不會那麼液體嗎？一樣會。那有沒有什麼辦法？煮過。先這樣用整的，用煮的都做得。還整熟了，我就煮熟了，就唔會。按用是容易差的。你還是好好講海陸好了，現在你已經變成我聽不懂的腔調，不是，你體白不念一樣就不要講話。對，好舒服，這感覺很舒服。你之前特別的懂孫哦，後懂多了，後懂多，可能連後製組都覺得很好剪接。對，三用甜。對。聲音哦，哇，很快嘛，也黑。哎，這個時候我覺得它可以發揮作用了，這個會燙了，來，交換位置，對，來，這個可以給他啦，這給他，這邊對，好，哎對，這個他可以，我來指揮一下，你要有鏡頭嘛，哈，對，你要有鏡頭嘛，對，放在鏟子上，這個，哎，對，給它滑下去，做得不錯，給你講兩句話。窮少一句，哎，還中把槍，有到了，我必須重整一下本隊的士氣，大家先放輕鬆，放下，先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聽隊長講一下話，來，先放下來，兩邊都停嗎？兩邊都停，沒有，他沒有停，先停一下，聽我說，你們現在已經有點亂了方寸，不會，我先呼吸一下，我可以，好好的呼吸，冇問題。哦，按亂啲都要加款呢，麻煩啊，酷。但係只要擺盤那樣，對，好酷啊！應該係豆腐。瓦斯爐幫我開。瓦斯爐啦，要煎的。我要拿過來。等下，我必須重整一下本隊的士氣，大家先放輕鬆，放下，先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聽隊長講一下話，來，先放下來。兩邊都停嗎？兩邊都停。沒有，他沒有停。先停一下。聽我說，因為我相信你們一定會做得很好。可是呢，你們現在已經有點亂了方寸。不會，我先呼吸一下。
我可以，很好吗？好好的呼吸，没问题。没问题哈。嘿，那你要放辣椒吗？我不要放辣椒，我觉得太辣。你们敢吃吗？你们敢吃我就放。他自己的节奏他会抓。对青花椰菜加进来，就这组好像不需要我做队长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去看那一边好了。哇，好美啊，真的很美，好漂亮哦。有人很可怜，连比手语都没有人想理他。对，都真的是这样的，对，好看哈，哎，真景姐都懂后哎。很做对啦，很多的，很多对。你看这边少了张伯谦讲话，对，他们做的多稳定。我们那边得闲就是因为伯谦一直讲话，他现在有一种吃错的感觉。也不会啦，不要歇斯底里。莫暗讲啦，莫暗讲啦。真挺黑。张伯谦很帅。你把他们俩放在哪里？你把自己放哪里？我把它放到家里了。我的帅要留给小朋友。责任，俺的责任，责任。好了，师傅不要生气，全部都很帅，全部都很帅。你们真的是很容易迁怒。先纳雷啦。啊？3000 Q 先纳雷。谁说你可以讲话？哪个东西？哎，跟你讲。可以1-4公分一样用哎，还没有了，这个还没有。好，我们怕。好，看起来还没有变化。好，先慢慢煎，等下再回来。好，加油！哎，你要拖出来有传统的做法吗？剩泡果，先拿泡果，像臭豆腐那样。哎，全部泡果，不给泡到燥，再拌椒盐。哦，可是我们先拌了。我早饭来去炸到熟啊。啊，两片的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两片我不紧张，我一点都不紧张，我是手脚快。你看起来非常紧张。可是我的手脚快。你有没有调油吗？都贴嘞。佛毛的哟，灌贴的哈。灌贴。你要关掉是不是？他要沥油了。他要沥油。沥油。现在要沥油。因为聊哈。好，我就先孔改片，要头毛上嘞。加油哦！哇，煎的好漂亮。哎，永光哥，日建国该头服吗？有。永光哥煎的很好，除了大小被张伯谦切坏之外，其他都 OK。到目前为止，太细没眼问题哦。没眼问题，我全部底没眼。然后你知道我待会怎么救你吗？我先把大的吃掉。哎，就一样大，就没了。就没了，全部都冲台的，没有那么严重了。哎，문姐好，永光哥，我们怎么会选鸡蛋豆腐啊？妹嫌他们那种传统豆腐没有鸡蛋豆腐，第一个是口感好，对，口感好。第二个，不是它煎起来就，第一个主要是我的孙子爱吃了。哦，阿公该爱啦，阿公的爱真的要加分啊。主要对了，先加2分啦。你要按照炒嘛改，应该会煎该皮卵呐，皮卵，很没皮卵呐，没皮卵啊，皮卵，皮卵是什么？皮卵呢？你还讲皮卵呢？麻卵啊，骂你呢？哎呀，你连骂人的老师都有教哦。麻卵，偷学的，没有。他有办法救回来，因为他们来的时候没有蒸过，所以他现在在抢救，对吗？是吗？可以吗？就会可以吃。好，回去关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冷静哦，冷静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。那一次都懂冷静啊，我没空发。哇，干嘛干？酒啊，酒，还捞汤哦，好酸哦。该醋味啊，还醋油。你这个算死哦。江湖一绝。转吃的，转吃。你还麻婆豆腐呀？椒盐挺厉害的。你几个就几个哈？有4个。你要成盘了。好嘞啊！来，哇！那你的奇异果要做什么？奇异果他说太多了，不要，还是浓厚哈。你有吃蜜桃吗？有吗？有。哎呦，有这，皮肤卡有很记得嘞。皮肤卡有吃生的哦。皮肤卡有4个。啊，这边没事。你还别摸是个。昨天吗？有老婆还恐龙吗？有恐龙吗？有1-4月没恐龙。没，牛半有冇恐龙？牛半臭到嘛个梅头？臭到嘛个梅头？较少，较无咸嘛。无按咸没有加油，对不对？哦对，甜还没放啊？现在不能放。现在不能放吗？说他想要你上狂一只干，狂一只干，不可以吃油啊，不可以吃油，不可以吃油。你要开火才行，你要开火你就直接。吃油。来，还没有加，开火再。不吃油啊。好，你可以加这边。可以加这边吗？然后再倒上去。
哎，那你的咸蛋是什么时候放的？现在我在炒那个咸蛋是不告诉你，咸蛋就是告诉我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没有。才炒葱姜蒜之后，我们去看那边，我们冷静，冷静。可以了。还有时间吗？还有 OK 蛮的。喜欢你们家的，对，哇，蛮喜欢你们家这边的气氛。我看他煎的皮蛋。哇，舒服，真的像舒芙蕾一样。哎，你今天很冲，小心！我觉得你要往前一点点，盐巴一点，往前一点点。盐巴这边，哦，那不是，不是哦。林妹姐，我很喜欢你的笑声呢。哇，很稳，很稳。对。抛锅。我没学过了。很清爽哦，看起来舒服。再补点盐。哦，哇，小心都不要破掉哦哈。全盘了。倒数嘞，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打球次色快踢馆地都内部卡米西靠后色嘞。哦。真的不得不说，红队跟蓝队呢，真眼都够有特色，表现的方式不一样，极简主义一样很漂亮。我们是比较澎湃的，还很营养，对，刚好反映出个人呢哈。你看这很像我们的德贤姐，我们这边哎呦简朴不过吼动头学喽。来，我们听听看这边永光哥自动用版，好什么？蜜头黑啊，好吃，文地蟹字糕，但是它这个不太一样了，因为椒盐，我认为是应该要有，真的是椒盐的感觉，对，它那个是有点更好看了，真的漂亮了，真漂亮，真漂亮，真的漂亮，好，换蓝队来吃吃看，来，我先了，来，哎，你们两兄弟，对错啦，用上乖乖呢。谁的？啊冰米鸡翅豆牛板，好吃，好吃啦哈。好，紧张的世界都会哈，让世界先抢李师傅抢分数。哟，好两下7号放7师傅抢分数。你这个头这个，哎，拿掉，这个拿掉，这个拿掉。要找个人要4、3、2，第二棒妈妈杀，第二棒，停改妈妈杀，烧了。好两下7号放7师傅抢分数。两分。你来面对德贤，来，你们俩面对德贤。你们两个跳一段给他看。来。哎，这样，好啦，讲一下。因为今日做嘅菜很多椒盐，椒盐一般来讲呢，係虽然佢係炸，但是本身嚟也係較爽爽嘅炸嘅，所以呢，一片較濕，一片油較燥一些咧。個胡椒鹽呢，一片呢油加黑胡椒、白胡椒兩種香味會出來，一片呢只有冰白胡椒，而且米絲。冇按酒，所以还没有，所以我会选择呀做蔬菜呀片。你把汤下7师傅讲看。我係啊，我小朋友2片啊，你你白片係幾個新刀啦，你看你邊豆腐到皮蛋幾個新刀都出來，你片你看切挺油咧，所以看唔到東西啦，皮蛋看冇，你坦白做時做咧切合太掉，從樣太掉，按切。嘅融嘅效果看到啊，用啦，你做得不錯哈，所以不錯，是嗎？謝謝。好的，这一关当中呢，不过我觉得刚才第一关真的看到各组呢都拿出自己的风格，而且没懂有神意的老气概全部好东西丢出来哈。唔怕，这下时间呢，我们要来当一个学习者，来看一下今日齐师傅帶來馬4個料理嘅搞太家咧。種蒲素滷菜。来，齐师傅今日帶來馬4個料理搞太家。皮蛋豆腐豬肉丸。皮蛋豆腐豬肉丸，哦，有乜嘅料咧？哦，啲基本嘅皮蛋嘛，豆腐。豬肉丸的必備豬肉，啊，你還加醬汁，醬汁有青椒、黃梨、蒜片、紫洋蔥、tomato。哦，那是要做醬的哦。麵包粉。麵包粉，你睇下有豬肉丸，要過3關哈。哦，要過3關。過3關，我先分一下。我啲時間嘅問題有冇？我先撈了解做好一啲。
哦，现在开下看呀，完成品，应该先落去泡哈。哦，好。啊，第一人要先高温哦，高温哈，高温下的。大概160左右。可是没有盖过去呢。不会，等下放下去就会。对，等下全部过去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全部係而家搖咗個配。按差唔多哈。先鋪半大家看啦，等一下慢慢小改哦，用慢來做。按來做豬肉丸，用慢做呢？羊肉先放落去。哦。你下豆腐，為什麼會加你下豆腐呢？因為你下豆腐要，嘿，你一定啊，破壞時節之後會酥脆。哦。加點鹽。所以其他嘅豆腐做唔得哦。雞蛋豆腐沒做得了，最主要係不應出水啊。沒有出水，就是給它搗碎哦。好，最重要的是用乜嘢？打機。打張伯騫。張伯騫呢？哎呦啊，他會摸金鋪呢。皮都會洗。要煮精英哦。要起來。煮精英啊！好了。好，差不多按用音哈。馬上就好了。馬上就好了。愛到先。回家是真的要這樣做哦。對，自己按樣做呀。心裡面想着張伯騫就會丟比較快。好，愛到先。丟快做細隻油啊，按樣班呢油啊。哦。班呢按，愛到先。師傅，你唔是打水下？唔是，佢豆腐底部是有水的。哦，可以去凍簡單，你乜解？批了，先不你哈。要過3關了嗎？一整顆哦。該是像我們底下做該蘇格蘭蛋油啊，蘇格蘭蛋它裡面是包的是水煮蛋，像這樣子有沒有？要打一打，把空氣打出來。啊，我們這樣子變什麼？有沒有像恐龍蛋？有。好，麵粉。為什麼要沾麵粉呢？為什麼要過3關地嗎？因為第1關要先騎白馬。對，要先騎白馬哈。騎白馬之後呢？它才會吸蛋黃的汁。對，吸一下。好，我們起來。它會連連都會麵包粉哈。這樣它才會加。麵包很包覆啊。對。好。還有個切切。是因為我做給大家看，所以這樣就好了。哦。OK，這樣子就直接下去炸就可以了。好。我該醬呢？個醬，我睇下攞去炒醬咯，吼。哦，醬那裡炒哦。哦，用燒油哦。都做得啦，係啊。我就先紫洋蔥，吼，青椒、香蕉，番茄。哦，tomato，睇啲咩 tomato？好，差不多按用啲話，撈給火罐頭。按半個泡熟。是因為你在繼續炸的時候，它的顏色會變焦掉了。對，好。等於讓那個油溫去。鳳梨，哇，甩鍋！永光哥看得特別認真哦。又把門貼做啲門拍，阿湯。在很認真的看你的，那個酸甜順序啊，糖醋酸甜，同吃的種哈。好，按油啊，焦化嘞。有焦糖哦。好。哦。番茄醬，番茄醬咪落去炒過。林梅姐，我看你有口水咧哈，用問題會問哦。醋哈醋。啊，用調油嘛？唔是，放啲水。對。落去勾薄芡哦。勾薄芡，勾薄芡。這個永光哥就會哈。對，他很會。等一下永光哥看翻了，他就講說，這個我10歲就會做了。對，10歲還不會。12歲的時候差不多。挺好。你好，變魔術了，變魔術了哈。恐龍蛋，哇，好期待裡面哦，真的哈。我在想會不會流汁哎，猜猜看會不會流汁？會，會不會？一點酥哎，流汁的。哎呦，爆漿哎，真的是恐龍蛋哎。乾油都好熟了哈，你加溫嘛？哇，都會爆漿哎。會嘛哈？哇，它就乾油還會嘟嘟好熟。可以直接撒胡椒粉吃就好，不要加你那個醬嗎？所以我才留到旁邊哈。我們等一下哈。好。啊，贏的人還是吃醬的啦哈。哦，懂好寬呢。嘿哦。啊，這個給他就是大海該油包不給吃該醬汁。哇，端起來給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完成皮蛋豆腐豬肉丸。阿勇就後生嘍。
哎，看起来外形像恐龙蛋，恐龙蛋嘛，真的。还有这样摆起来好像梅花哦，你很用心哎。但是这个热量不低哦。哎呦，很高哦。你这个可能一定得吃，一定不能吃。对。好，现在出题目。除了卤水和石膏外，哪种做得本豆腐定型呢 ？A. 番薯粉 ，B. 鸡蛋 ，B 呢？还不要讲，先猜拳。先猜拳，马上有猜拳。来，惠美姐先猜拳。来，林美好嘞，刚才还没有看懂题目。先猜拳，等下再开。先猜拳哈。剪刀石头布。哦哟，让嘞，A 还是 B？ 赢的才能石膏。哎，范舒服绕盖来了，马莎做马盖吼做得不应该豆腐定型呐。A。范舒服吼，你口听吼，确定哦。拍个底盖哈，安妮拿拍。有做过是不是？有。哦哟。那我们就 B 了。安妮 B。确定吗？确定的哈。我们林美姐就走过。确定的哈。A 范舒服。哦，公布答案喽，做得好。答案是 B。啊 ？B。你是做效果吗 ？B。走马改嘞。鸡蛋可以产生自然的凝固的效果，在甜面中加入打匀后的鸡蛋蒸熟，就可以做成鸡蛋豆腐。所以答案是 B 哦，没 A 哦。我就安用哦，紧紧啊，紧紧。没有关系啊，林梅姐那个永光哥回去会做给你吃。对，安排啊。你有好老公。永办，哭，永哭。我分一半给你啊，我的分一半给你。很好吃。好吃呢。你选的哪款呢？你选的哪款？哎呦，哇，这个口感好多层次，好丰富。怎么说？它每一次舌尖的味道跟进到那个喉咙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我还酸酸的米稀，所以它味道是有层次的，对，而且好丰富，而且因为加个猪肉、高肉的度，表演下豆腐落去，骨头切了要较软嫩。大家慢慢学的哈，全学完了哈，等一下哈，把这个口感溜黏哈，低黏哈，等一下真的真本事还是要来一下哦。对，没错。该下是2-0，大家加油咯，最尾一关来咯。爱喜太族谱。用吹波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族谱10天愛做嘅菜色。提前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吹咁嘅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款麼？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最杯米一关嘞，红队要加油喽！加油！哎呦，得先點，哎呦！好啦，讓你看一下哦，兩罐愛煮天嘅食材係乜嘅東西咯？哦，旺菜。都憑證呀到位啊！吼，呀到位嘅整嘅係當到農民朋友非常嘅散忙，種出嚟一條旺菜呢，整嘅係非常嘅好食咯，水分又大呢。係啊，我講啲看旺菜吼，特別係全炒嘅牛肉啊、豬肉啊，點樣拿來炒還要做乜嘅咧？要做什麼呢？怎麼嘅呢？今日來做呀旺菜五仁頭。哎呦，蒼蠅頭，都油油嘅嗎？那我先去要抓一些，是不是？我要 Q 干。哦，用辦到去做咧？用素做。我愛食。都老蒼蠅頭做法同樣只老旺菜，老嗰種嘅開菜法改成旺菜，係切粒嚟去炒。炒法就會看大細嘅炒法冇重要，主要就係高油炒香啦。嗰個長長嘅地方一定要炒到有油亮出來。嗰再嚟就係嗰地方有牛皮乾啊，有嗰種嘅頭絲、魚頭絲都當下，所以炒嘅時間要生意冇落調多，會調下。好，他趕快做無影頭嘛，蒼蠅頭，他只是把快菜換成兩個旺菜，聽聽有沒有其他有問題嗎？錯了再吃，做了才是做。很實在嘅回答。我看一下題目。咁啊，市面上呢，冇只看到有帶件呢，幾條嘅旺菜 ，A 唔可以連根採收 ，B 賣相不佳。哎呦，用提供簡單來，俺阿婆到家婆就有裝菜，這個很簡單。哦，來彩選，哎呦，彩選好了。猜錯你就會丟臉了。愛用功，還是因為不會連根拔起。好，你剪刀石頭布。
哦，让你，我选 A 呀，还是 B？ 吴爸爸不会连根才，好了，它是有歌的，它还会再发。哎啊，挺简单啊。好，那我们只能选 B 了。都在。我们大波黑马该。好嘞 A， 耶！好，真紧系安用冇？真紧系，因为呢，风吹到熟成的时间呢，喺留下嘅紧的话呢，一段时间就会再发生啊。所以呢，安尼一来呢，至少可以菜数2到3多左右。哦哟，好啦，唔怕啦，吼，家家就叫聲咩半年到，3聲咩半年到，你下水來進行最半米館比賽咯。好，乜嘅東西都會被逼到，一定要逼到有香，對不對？大家調料部分我們再交給師傅，有廚師幫我30秒，這樣是好，可以。好了，計時開始。好，那我們就先來切這個葉子不要，對不對？他剛才說的嘛，哈。對。這個 Dr. UU 的這樣，師傅，兩位師傅有冇該提點嘅你嘢冇？可能該用要我炒到拄好啦。哦，主要係炒啦，但是切一當葱油啦。該按台上，我對過去片看好台上啊，就先過去看一下啊。好。你看，個水哦，差唔多係個水做乜㗎？等下，因為cái材料罐吼，菜脯哦，用烘的，所以我們的永光哥上工吼先。過一下水，過水。好，看到什麼嘅東西？你只撈幾個？紅菜盲切啦。紅菜，紅菜哦，有辦法切。葉子末，這樣子可以嗎？再往前面一點。這樣子。好。然後呢，多長？你這個頭這個，哎，拿掉，這個拿掉，這個拿掉。然後找個人，4、3、2、1，第二棒媽媽莎，第二棒，請給媽媽莎燒了，要換第二棒喲。哦，因為該他們地了，那個我以為吃紅菜就是沖那樣。蒼蠅頭啊，哦，蒼蠅頭洗到細細啊，因為那不要緊張哦，加油哦！慢慢來。基本上我們已經先領先2分了。好，我們過去，我們那裡看看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得先姐，應該時間轉來嘞。我們這個30秒可以重複使用。哎，總的，這樣子就沒有90秒的差別了。重複使用，蠻好的。請一般用眼講重複使用。創意的部分。你一片下夾個，哦，全切翻嚟哦，都好靚呢。哦，冇很僵啦。好，慢慢咯，很穩哦，惠美姐很穩。哎，師傅問一下哦，像個五金條有先處理過嗎？還是等一下是拿來加現在還一炒。哦，今晚做得用酒去泡的，還沒做得，那蠻容易炒。做得用酒，對，可以泡酒，給你用蓋片，蓋過嗎？蓋過，要把洗那個鹽要洗掉一點。你係姜香蝦米話？做得啦，哎呦，做得咯，係做得。順天啦，菜脯做得香下蝦鹽下。菜脯沒有。菜脯應可以係搞到去全部哦，太多了。太多，留一點起來，留一點起來，留一半起來。好，不用嚇。做得。該炒脯香哦。要辣麼？該菜條乾你之前會炒脯香哦。係，冇咁錯。菜脯炒脯香，好。好，加油咯！好，加油！哎，辣椒要忙切咯，辣椒忙切咯。好。哎，係咯，咁講，呢條係烏金條要加米酒嘅。林梅姐，那烏金條會加米酒嗎？還挑絲。其實要加一點米酒，不知道哪裡有米酒。有，我生給你。好，來。喂，蝦麼？重蝦麼？多一點。還要多少？還好呀，就醃過它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它被淹死了。淹死。攪一攪，不要放全部哦。沒有放。這全部太鹹。哎，我們的菜條乾還蠻表哦。對啊。蘿蔔乾拿來。這不是這個哦，這個不是，這個才是浸過的。哇，你很緊張啊！隊長的功對，這一半很厲害。這還蠻清楚的。對，還蠻清楚。因為是我做的。別忘了你們有廚師幫幫我。他就90秒做得溶哦。哎，做得。來，這個。哇。好
好下饭哦。等一下，先过去。好，那个小心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声音，你的烫到这里了，爆炸了。好。哎，你刚刚是在拜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要拜一下。他先阿门，先拜一下，拜一下，先倒一部分。好，赶快拌，赶快拌。4、3、2，倒豆浆。哦，得闲，应该虚点嘞。这么少吗？刚才超过好。有拉吗？那个不够啦，不够。你等一下自己试。对，起木头。哎，起没了。厨师来帮忙呀！厨师啊，走的，厨师弟弟。调味啊，调味啊，帮我。好了，好了，恭喜哈，恭喜哈！厨师天数啊！可惜。哎，等下总得走喽。我们豆瓣酱放很少啊，对，还有。哦，你也要让它焦化反应吗？嘿呐，先帮我调味好。哎呦，我现在调味，还有豆豉，豆熟了哟，油、米酒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得先剪，我时間轉來咧。什麼哦？你這聲要慌誒，趕工誒，因為當緊咗。我們這個30秒可以重複使用。哎，怎麼的？就沒有90秒的差別了。使用，蠻好的。我們錄到90秒。對啊，張發天，公共，你要排前一版用眼講重複使用。這樣豆豉夠嗎？你看你有拿嗎？現在給聽啊？即刻可以聽。你該不會又想要加檸檬了吧？我想加醋。也可以啊。醋呀，因為沒有一定的走法啦。然後帶走。他等一下拿醋，我們帶來這邊好了，我們帶來這裡。我要把醋帶來，這送你們。這送你們對。好，來這個90秒會用的嗎？我們90秒要用了嗎？你要用這個嗎，永光哥？不用啊，不用。很棒，很好，已經好了，現在就可以關火了。因為這個在家有那煮過。是味道呢？這個不能太。這邊好了。永光哥幾款？2磅有嘗過，2磅哈，2磅有嘗過。2磅有沒有2磅？哦，2磅，perfect。我很厲害，2磅。我家當家炒啦。有煮過。哦。好，我們拿回去。恭喜恭喜。然後給它鋪皮。都對嗎？你看是味道啊。啊，可以嗎？會不會太鹹？有點鹹，那再加糖，要不要加點糖？不能加糖。啊，加米酒。加米酒。加米酒。加米酒，加這個啦。這可以，那個是鹹的。不鹹，因為第一個鹹的已經去掉了，這已經沒有了。惠美姐辛苦你了。其實鹹跟甜可以中和，是不是？對，鹹跟甜，我們已經加過了。加有冰糖。好，走熟嘞。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打出吃吃看下最杯米館那部卡張黑人力嘅睇中福鈴。哦，最杯米啊，管地度呢？哎，太搞可以哈，擺盤的方式就很不一樣。真給用咖喱上面很明顯的差異，但是呢，重要還是味道。你來吃吃看下嘍。當茶飯，它很需要配白飯。最好再來個啤酒。白饅頭也可以的。白饅頭也可以，對。哦，對，白饅頭也可以。你知道呢？惠美姐做套流釀版。我覺得不錯。我現在想要一罐啤酒。一罐啤酒。德賢姐呢？好吃。好。永光哥 OK 嗎？我們的。可以啊。還可以啦，吼。好，那現在吃吃看你們的嘍。好，來，請用。哎，這一道菜的結論呢，就是說最好做個什麼蒼蠅頭炒麵線，或是炒飯。那個方大醬色的方會比較吃不出它的味道。不過基本上就要看有米頭啦，對不對？才能夠拌飯啊、拌麵之類哈，包饅頭。你有啥感覺嘞？有滿意嗎？我覺得啊，這種菜哈。一定要配東西，不適合空口吃。對，像明珠姐剛剛講的。好，兩下緊張嘅時間到了，現場李子龍李師傅搶半分數。啊？唔怕，兩下千永鳳七師傅搶半分數。咱冇想到，前幾冇想到，燙一下。其實蒼蠅頭本身佢就有較鹹，兩邊咧鹹度其實差無密嘅。
再来天氣就皮膚咧重點就係一邊咧風吹又臭到又臭頭，一邊咧風吹無臭頭又較鬆一絲絲咧，所以較冇咁黏一邊較黏，所以係選擇一片。哦，啊，戚師傅感覺咧，因為上擺兩片嘅頭時有變強度咧。含摩解顏色出來，啊！你一片因為變到下度好，10度好，啊！伊的另外一點，你嘅吹不又潮到，香味又出來啊！啊！你一片是菜地熱停啦，所以人家片兩片啦。哎，謝謝。真夢。好。唔怕，你們也必須呢，真你們好逗哎！重點是剛才大家第2關的時候都有吃到徐師傅的好料理。對，眼光是多，眼光是多哈，唔怕啦。好，等下呢，就宣布你們嘅成績，風吹老南吹就會得到2分，恭喜！恭喜！風吹得到前藝員的假菜金，真夢啊！恭喜！南吹哦，未做得到2500Q 嘅假菜金。好了，先請秘密記老太家分享一下兩百參加的心得。先讓你說。周仙姐先跟大家講一下哈。哎，做得看到啊按獎的細妹啊，看到按引導的主持人吼，同歡喜啊，好多的師傅的搞的迄個料理，料理同好食同獎又香的吼，讓不卡做得來做看嘛。好，太好了。秘密記你呢？因為好多動作，我哋阿弟講哈，按煮菜嘅先後的個順序哈，其實跟那個煮出來的那個味道是很有關係。對，真嘅。所以要謝謝兩位師傅的指導，謝謝。恭喜！咁是今日嘅動歡喜哦，動歡喜哈，老太家恭喜哈，好算了，恭喜哈！今天參加的感想係嘛解的？我這個客家菜是第1次做，我在家沒有做客家菜。動厲害呢，700周啦哦，700周。啊，我們可以再用客家話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嗎？哎，講得唔好，唔怕，就像他講的，講唔好，圈走在走足期嘞。叫去學啊，按摩啊，按摩老師啊，還是平常嘅時間，義工來堂來學嘅。哎呀，新疆嘅愛動厲害咧，這已經很厲害了。你體日白做哦，昨天做到昂吼，然後英講哈維強龍厲害，真的很棒。你遠比張伯謙厲害。對呀，哎呦，好啦，문제哈，我們林梅姐，문제哈今年參加嘅感想係嘛解？哦，同高興，歡喜，對，要跟我老公出來逛一逛，挺好嘞哈。對，心裡高興，很謝謝大家。哦，啊，那都愛簽吼，愛搶啊林梅姐的出席盤吼。哦，請全家。今天有活動風，真的是要掌聲，是出力的。哎呦，好，恭喜！哎呦，係最好嘅結果咧。恭喜！料理呢就會按讓互相來學習，要出來比賽時張提供，來交流一下，看下睇下做有乜夢想用，基本嘢睇下都有學習到咧。係啊，所以我們其實我哋要動起台做啲看到吼，咩行業唔過客我有嗰種真厲害哦，動厲害嚟嘅哦，主菜未動厲害哦，日日都報名參加啦。冇錯，不過你係咩客家人，所以你會講客家話，或者係講認同一啲客家文化，不讓鄉下來報名哦。一家之主，等你鄉下來挑戰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